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飛躍進步女藝員嘅包括譚凱琪、刀下留人。喺度預祝你11月11日生辰。點知我生辰？嗰一晚我第一次遇到你，我終於可以親口同你講聲多謝。EU 超時任務。你喺度呃住我哋亂咁殺人，你一定走唔甩㗎！純屬意外。我好驚俾我爹哋知道，我發生咗咁大單嘢，唔可以㗎，唔可以㗎。城寨英雄。我從來都冇要求過老公要賺大錢，我老公喺福利會日打夜打，我唔知幾時佢會還屍街頭啊！老婆啊，會有事嘅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